Hello，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秦祥林。哇，秦祥林，我哋就會想象下，哇，高大威猛、英俊瀟灑。咁秦祥林佢嘅過往，佢點樣喺電影界嘅成長，我哋今日就將會講啦，同埋佢嘅婚姻情況、感情史等等，今日都會講埋。咁喺我哋未講之前，歡迎大家點讚、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多謝各位。秦祥林，大家有冇認識呢？秦祥林呢，其實呢，我哋一路以為佢講國語嘅喎，諗佢而家係台灣出生啦，原嚟唔係喎。秦祥林呢，就係出生於1948年5月嘅，咁咧佢喺香港長大嘅，咁咧就係出生於南京啊，咁佢應該識講廣東話噶，因為喺香港長大啊嘛。咁秦祥林咧，1952年咧就隨住父母咧由南京啊搬嚟到香港調景嶺生活啊。咁當時咧就係住木屋區嘅吓，咁咧就12歲先至去台灣讀書嘅啫。咁佢咧就喺呢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學習呢個評劇，係第一屆嘅學生。咁咧就佢係學習做咩咧？武生噶噃。咁啊專注係學一種樂器叫粵琴。咁佢做咗成8年嘅跑龍套，都覺得自己個節奏唔係咁好啊，即係覺得好自卑吓。不過當時佢都練一啲基本功嘅，都係成為佢日後嘅喺電影界嘅發展一個基礎嚟嘅。咁我哋睇一睇佢嘅圖先。嗱，我哋睇見秦祥林係好高大威猛嘅，好健碩下嘅。呢幅圖咧就係我講嘅，佢就喺呢個復興戲劇學校度讀書啊，喺台灣吓。我哋見到左手邊第一個咧就係劉剛嚟嘅，着住一件白恤衫，一件冷衫，嗰個就係劉，着住件白恤衫嗰個啊，左手邊吓第一位嘅就係劉剛嘅。咁我哋睇咧，喺後一排嘅中間咧，嗰一位咧就係秦祥林。我哋見到佢咧係身材係高大嘅，樣貌咧其實有類似好似啲混血兒咁，嗰個輪廓係好 sharp 噶。咁我哋繼續睇埋秦祥林。咁秦祥林啦就係畢業咗之後咧，咁當時好流行武俠片噶噃，咁佢咧就做武師。咁佢考咗呢個邵氏南國嘅第6期嘅訓練班。不過佢見到阿張譯啊、劉剛啊呢啲同學咧，哇！佢哋都有得試鏡，竟然冇人睺呢位英俊瀟灑嘅秦祥林喎。咁佢覺得自己冇乜機會啦。咁秦祥林咧又考去國泰嗰度讀訓練班。咁當時嘅公司就比較注重秦祥林啦，留意到佢呢個人啦。咁當時咧就係做武師咧，就當年係150蚊一日，但係做基本演員咧就係350蚊一個月啊。咁你想做武師啊，因為想做演員咧？因為秦祥林咧就見到當時嘅武師啊，哇，成一個月都有成4000幾蚊啊。咁佢就諗下自己應該係做武師啊，抑或做演員咧？咁佢因為當時睇見鄧光榮拍咗一部電影好紅啊。咁秦祥林就諗啦，佢話我又識講國語吓，鄧光榮講廣東話噶嘛，咁我又識講國語又識講廣東話吓，咁佢話武俠片我又唔係咁適合，因為個外貌比較好時代感吓，咁咧就不如都係試下做基本演員啦，即係人工係少好多噶吓，係350蚊一個月啊。佢放棄咗4000幾蚊一個月嘅武師，但係因為佢就諗住自己嘅前途咁樣會有前程多啲啦，做演員。咁咧就係佢遇到咧去拍嘅第一部嘅文藝片嘅導演李行啊。
咁啊，當然李行啊，同埋佢拍嘅文藝片啊，咁啊有李行啊，有白景瑞啊，咁同白景瑞啊導演咧合作最多嘅。嗱，我哋繼續睇睇秦祥林嘅圖片先。嗱，呢個咧就係甄珍同秦祥林一齊拍嘅電影。當時有二秦二林，二秦就係秦漢啦，同埋秦祥林；二林就係林鳳嬌啦，同埋林青霞。林鳳嬌吓，原來當年咧秦祥林同成龍咧一齊即係做武師嘅喎，即係估唔到咧成龍咁紅，亦都紅咗咁耐，所以有時候唔係淨係靠樣貌噶。咁我哋繼續睇咧，原來秦祥林咧，佢第一部嘅電影啊，就叫做《夏日初戀》。咁第二部嘅電影啊，就係1973年嘅李行導演嘅《心有千千結》。咁秦祥林咧就喺1975年啊，佢拍嘅電影《長情萬里》咧，係榮獲第12屆嘅金馬獎最佳男主角，話你嘅影帝嚟㗎。咁跟住咧就係1977年，秦祥林拍嘅電影《人在天涯》就榮獲第14屆嘅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話佢係2屆嘅金馬獎嘅影帝嚇。咁其實秦祥林啦拍過多過100部嘅電影啊，佢拍過好多部嘅電影嘅。咁佢有可能我哋都記得啲名，如果冇睇過呢啲電影啲朋友嚇，亦都可能有好多朋友仔咧睇過佢嘅電影嘅。例如佢喺1974年拍過嘅《一簾幽夢》，咁亦都拍過《情時多雲偶陣雨》。1974年仲有嘅《港島28》，1975年嘅《女朋友》，1977年嘅《異鄉夢》，1979年嘅《應召女郎》，80年嘅《空榜》，82年嘅《殺出西營盤》，83年嘅《奇謀妙計五福星》等等啊！佢其實拍咗好多部嘅電影啊。其實咧就最早啦，秦祥林啊，同邊一位女星拍電影咧？就係陳曼玲。咁跟住其他仲有邊啲女星同秦祥林一齊拍電影嘅咧？有甄珍啦、林青霞、林鳳嬌、蕭芳芳等。即係有時候真係唔知係戲假情真啦，假戲真做嚇。咁感情咧方面咧就係由於日夕相對啦，拍片咁秦祥林認為咧，真係好容易生出感情嚟嘅。咁秦祥林表示咧，其實喺影圈裏邊咧都好現實嘅，即係佢感情方面咧，佢覺得自己有傷害到人啦，亦都係曾經係俾人傷害過嘅。咁佢秦祥林認為咧，因為電影界好現實嘅，如果其他人有錢過你嘅，又叻過你嘅，因為秦祥林當時嘅經濟都唔係話咁好嘅，咁佢話咧就係曾經亦都係俾人傷害過，咁佢認為自己太善良啦，佢寧願別人嚟扶自己，亦都唔想去扶人嘅。咁我哋睇一睇佢咧，就係秦祥林咧曾經拍過嘅電影啊，同蕭芳芳啊拍過嘅有女朋友啊、港島28啊等等。秦祥林覺得蕭芳芳係無論喺演技啊、求學問啊等等咧，都係好高超啊嘅人嚇。由於秦祥林同蕭芳芳啊，佢哋嗰個即係佢可能佢個學歷啊，或者等等啊、性格啊等等都唔同啊，咁咧佢哋睇嘅嘢都係唔同啊。秦祥林同蕭芳芳一齊拍電影啦，咁喺1975年咧，秦祥林就同蕭芳芳結婚啊。話當時咧係震動成個影壇啦嚇，因為蕭芳芳嘅名氣咁高啊，而秦祥林咧又有一個咁靚仔啊，喺電影界亦都係知名度好高嘅。
咁不過呢一段婚姻咧，喺1975年結婚咧，竟然喺1977年佢哋兩個人咧就分居啦。而1978年咧，佢哋兩個人係正式離婚噶啦，已經辦妥離婚嘅手續。咁由於佢哋可能嘅性格唔同啦，睇嘅嘢唔同啊，價值觀啊，樣嘢都唔同啦，咁所以咧係大家相處係有啲困難啊。咁佢哋係選擇離婚。咁當秦祥林同蕭芳芳離婚之後咧，秦祥林咧林青霞係談戀愛啊。當然啦，林青霞一路以嚟咧就係喜歡阿秦漢嘅，但係秦漢咧就係有家室嘅，已經已婚噶啦。咁咧就係秦祥林咧係好愛慕林青霞啦。曾經林青霞喺美國嘅時間咧，秦祥林係4次去美國係探林青霞嘅。咁喺1980年咧，秦祥林就同林青霞係訂婚嘅。佢哋喺1980年嘅9月5日就喺三藩市宣布咧，佢哋兩個訂婚嘅。但係咧，事隔4年，1984年咧，就林青霞咧就係宣布咧同秦祥林係解除呢個婚約。咁其實咧喺當年咧，秦祥林咧喺70年代係一個炙手可熱嘅男明星啦嚇。咁佢有13部嘅電影咧，都係同林青霞拍嘅。咁咧就講翻林青霞啦，佢咧就係1990年咧就同秦漢咧拍最後嘅一部電影咧，就係《滾滾紅塵》。而喺1994年咧，林青霞同秦漢分手啊。咁係1994年咧就林青霞咧係富豪營理員嘅。咁婚後咧就係息影噶啦。咁我哋講翻秦祥林。咁秦祥林咧，佢覺得嗰個電影界佢自己係覺得好似後期覺得好似滑落啊，會個前景唔係咁好啦。於是咧，佢就係移居美國啊。佢現時係住喺 LA 美國嘅洛杉磯。佢係再婚啦，咁有2名嘅兒子。咁佢覺得而家最珍惜嘅就係而家嘅太太啦，同埋佢嘅家庭2個仔嚇。咁秦祥林咧就覺得家庭係最重要嘅，家庭就好似種花一樣，即係你放幾多心機裏邊咧，先至可以種出好靚嘅花咁樣。咁佢係好痛愛而家嘅老婆啦。咁佢亦都多謝甄珍嘅，因為甄珍咧係帶佢拍電影咁樣。佢覺得蕭芳芳佢求學問同埋演技人生都係覺得係同其他嘅藝人係唔同嘅。咁秦祥林咧喺影藝界咧都有好多嘅朋友。咁秦祥林而家都70幾歲嘅，咁佢過嘅生活咧就好悠閒噶啦，喺美國 LA 得閒就釣下魚種下花咁樣，養下狗仔咁樣。咁秦祥林覺得咧自己嘅人生而家咧就係好快樂啦，有自己嘅家庭，因為佢好中意小朋友啦。咁同埋佢覺得係生活佢好悠閒。咁就睇見秦祥林喺生活上面，佢要尋求到真愛，咁而係過着悠閒而愉快嘅生活。咁我哋覺得秦祥林咧係揾到自己真正嘅自己啦。咁你哋又點睇咧？同埋你哋有冇睇過秦祥林嘅電影咧？不妨留言寫 comment 嗰度同大家分享。咁多謝各位收睇，記得幫我點讚、留言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